后来过来是这个婚林南内的清洁队发生着火灾，烧掉6台的清洁车甲1台的卡土机，损失是1000多万。这警方调出着监视器，发现导火进前有一个可疑的男子经过导火点，伊离开了后，这个火就放起来开始烧了。这个查才知影讲，这个男子竟然是清洁队员，伊甲另外一个队员贪着方便，离粪扫场的停车场的边仔咧烧物件。 才会引发着大火。暗时8点外，伫那内一位男子行到清洁车边的巷仔内，离开现场了后，停车场就出现火光。消防队甲火势控制掉，发现有6台清洁车和1台卡拉机互烧掉，损失超过1000万。火源就是是从左边进来，然后右边这边进来。 警方追查了后，发现导火进前经过的查甫是清洁队员，导火的原因就是伊和另外一位队员伫停车场边仔烧物件。那个停车场的东边过了不久以后发现有火光就由监视器影像开始追人追车查获到这2个涉嫌人这样。虽然火灾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不过警方也是遵照公共危险罪，将2位清洁队队员移送。 身为清洁队员，明明知影袂使凊彩烧粪扫，也是知法犯法。清洁队强调，已经调来备用的车辆，袂影响到收粪扫的工作。